等我喺食嘢之前洗一隻手先。要水足20秒 ，OK。消毒下張台先。你食嘢之前都要消毒咗先啦。哇，乜你咁 OCD 㗎？平日成日聽到人用 OCD 或者強迫症去形容自己或者人哋嘅行為，但係其實真正嘅強迫症係點嘅呢？強迫症英文係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簡稱 OCD。患者會不由自主咁陷入一種一直無法停止嘅強迫性思想同埋行為動作，進而引致焦慮情緒。強迫症可以分成兩部分嚟理解，分別係 O Obsessive 強迫思想同 C Compulsive 強迫行為。所謂強迫思想，就係喺患者腦中會突然不斷咁出現特定嘅諗法、衝動或者影像。最常見嘅強迫思想就係一、驚污糟或者細菌污染；二、懷疑啱啱嘅事仲未做完或者做得唔夠完美，重複不斷猜測；三、想將事物變得對稱、順序，或者按照特定嘅方式去做某啲事；四、有點數或者觸摸物件嘅衝動；五、擔心自己因為做出傷害其他人或者違反倫理道德嘅事而需要負責；六、就係出現有關性或者其他有關道德問題嘅煩惱。大多數嘅患者都知道呢啲思想係多餘唔理性嘅，但係就阻止唔到呢啲思想嘅出現，因此覺得非常厭惡，導致佢哋感到強烈嘅焦慮感覺。而強迫行為就係指為咗舒緩同減低強迫思想帶嚟嘅緊張同焦慮而不斷出現嘅行為，例如驚污糟或者病菌傳播，進而不斷清潔自己同物件，就算知道已經乾淨，都仲係不斷重複清潔。又例如懷疑自己仲未做好某啲事嘅強迫思想，會令到患者喺出門之前不斷檢查，睇下有冇鎖好門窗，同熄咗火爐或者電掣未，總係覺得自己仲有嘢未做完。又例如因為擔心自己做咗傷害其他人或者違反倫理道德嘅事，從而重複要求其他人話俾自己知道每件事都好妥當。另外，由於一部分患者嘅腦海中會不斷出現一啲暴力或者有關道德問題嘅諗法，患者會喺心入面重複祈禱，就算佢哋知道自己冇做錯事，但係為咗舒緩腦海入面嘅強迫思想，都會不由自主咁做出呢啲強迫行為。呢啲強迫行為要用好多時間去做，從而喺患者生活上唔同範疇都會造成好大困擾。伴隨住呢啲強迫思想同強迫行為，患者通常都會感到痛苦、難受、緊張同厭惡。根據統計，100個人入面大約有1至2個人會喺一生中嘅某個時刻受強迫症所困擾。大部分患者會喺25歲或之前逐漸出現症狀，亦有少部分人會喺35歲或之後先至發病。亦即係話，強迫症一般嚟講會喺成年早期、青春期甚至更早出現。如果冇及早發現同治療，強迫症會為患者帶嚟廣泛而且長遠嘅不便，例如經常遲到、難以專心、缺乏執行力，同家人朋友之間出現摩擦等等，都係強迫症患者可能會面對嘅問題。若果冇適當治療嘅話，強迫症嘅症狀通常唔會自然消失，而係會隨住時間而有所起伏。有時候強迫症會連同其他情緒或者腦神經疾病一齊出現。喺成人患者入面，高達70%人同時患有唔同類型嘅焦慮症同抑鬱症。少部分人同時會有進食失調症、物質濫用同強迫性人格障礙等等嘅問題。咁強迫症嘅成因係咩呢？目前嘅研究未能夠揾出強迫症嘅確切成因，但係科研為我哋提供咗重要嘅線索。研究顯示，強迫症同腦入面掌管決策、自主動作同埋處理情緒信息嘅幾個腦部結構係有關嘅。亦有研究指出，患者嘅腦入面缺乏血清素，係一種控制情緒、記憶等功能嘅物質。一般嚟講，強迫症患者嘅屋企人
面對同樣嘅問題嘅機會比一般人高，顯示基因遺傳都有啲影響。呢啲有遺傳風險嘅人，一旦喺生活上面遇到一啲重大嘅轉變或者壓力事件，喺生理同環境嘅雙重影響底下，就有可能產生病徵。另外，一啲個人性格同埋情緒特質，例如比較多負面情緒，或者極度注重細節、完美主義同埋好高責任感嘅人，都可能增加引發強迫症嘅機會。換言之，強迫症嘅病因並唔係單一嘅，而係生理、心理同埋環境因素之間互相影響嘅結果。講到環境因素嘅影響，最貼身嘅例子就莫過於近年嘅新冠疫情啦。常見嘅強迫症行為，例如係重複洗手、避免接觸有細菌嘅嘢等等，可能同而家一啲經常聽到嘅衛生呼籲好相似。研究顯示，有部分強迫症患者自從疫情爆發以嚟，有病徵惡化嘅現象，例如持續擔憂細菌感染。事實上喺呢段時期，公眾都紛紛提高咗衛生意識，大家亦可能因為疫情嘅威脅而經歷焦慮同埋擔憂。你亦可能有啲持續嘅擔憂同埋同疫情相關嘅負面諗法。呢一切嘅現象又會唔會等同患上強迫症呢？雖然某啲防疫指引，例如勤洗手、避免人群等等，同某啲強迫症嘅行為相似，但係行為背後嘅動機同埋信念，就係正常防疫同埋強迫症行為嘅主要分別。以洗手為例，正常防疫下，一般政府指引係每次洗手20秒，但係強迫症嘅患者可能會依從自己內在嘅規條去洗手，要洗更長時間，或者比一般大眾洗得更為頻密，而且可能洗手嘅時候必須達到自己訂立嘅清潔程度，先會覺得洗完手感覺比較舒服。又例如，強迫症患者可能會拒絕接觸任何外界嘅物件，甚至可能喺屋企都會戴住手套。呢啲行為背後嘅信念同一般抗疫意識唔同，而係源於患者個人嘅某啲強迫性思想而衍生嘅恐懼。為咗方便大家了解強迫症，等我舉個例子啦。有一位40歲嘅男士，佢好擔心自己同屋企人會感染到2019冠狀病毒。佢避免出街，但係如果一定要出去，佢就會戴上手套，避免接觸到病毒。而且返到屋企之後，會用1個鐘頭去沖涼。就算佢成日冇出過去，每日都會洗20次手，每次都會用大概30分鐘時間去洗，並且會重複咁消毒屋企入面嘅物件。佢亦會避免掂屋企入面嘅門柄、水龍頭、窗鎖。每一次掂完就要即刻去消毒呢啲物件，並且洗手。佢每日都會用3個鐘頭去消毒屋企，嚴重影響到佢嘅日常生活。每當佢收到包裹，佢都會先將個包裹隔離3日，之後會用滾水同埋消毒液徹底清潔之後，先至會打開佢。事實上，佢知道咁樣做係唔合理嘅，並且會對自己做到嘅事感到失望同埋難過。但係就係擺脫唔到呢啲諗法同埋行為。咁強迫症咁影響日常生活，患者又可以點應對呢？其實強迫症係有科研實證嘅治療方法嘅，患者可以去見精神科醫生或者臨床心理學家。除咗藥物治療之外，針對思想同埋行為嘅暴露和阻斷干預療法，簡稱 ERP， 亦可能會幫到患者。ERP 嘅療程中，患者會了解有關強迫症嘅資訊，亦都會以循序漸進嘅方式學習去應對自己強迫性思想而產生嘅恐懼同埋不安，並漸漸習慣控制自己嘅強迫性行為。從中，強迫症帶嚟嘅焦慮同埋不安有望可以漸漸消減，以致唔再影響自己嘅生活。所以，如果你或者身邊嘅人懷疑患有強迫症，唔好氣餒啊！以科研實證嘅治療方法，強迫症係可以漸漸受控，令到患者可以享有唔受強迫症困擾、自己理想嘅日常生活。加油！